台南市议会12号上午伫永华艺术厅举办中原普渡的祭拜，有着议长区里里、副议长林志典，甲着多位议员，带领议会各组织的员工同齐来祭拜，共心来祝祷。全体一同敬向大师爷不落讲行三上香礼，一上香祈求吉祥如意，再上香庇佑平安顺利，三上香希望团结和谐。一票。议长区里里表示，议会结合普渡甲公益，嘛特别采买200包的白米。伫个普渡后，嘛将分别送予南台南家扶中心、甲北台南家扶中心，希望会用个帮助弱势族群。今年适逢今年的中元节，那我们择定今天在永华议事中心，那明天在明志议事中心呢，我们举办这个中元普渡的这个活动哦。那每个科室他们都共襄盛举，祈求议事顺畅，那我们市民每一位都平安健康。那么我们在2次的普渡都各捐助了100包的这个我们后壁区公所精良的2公斤的米哦。那民事议事厅100包，永华议事厅100包，我们在祭拜过以后，我们会把它发放给这个家扶中心。那希望抛砖引玉，在这个时节的时候呢，能够让我们的孩子们还有一些需要的人呢，也接受了一些我们的祝福。台南市议会依照习俗，伫个中元节举办普渡。各组织的员工准备澎湃的奖品，例如这个议员嘛，各自准备了纸钱甲奖品来参与祭拜，希望借由普渡的仪式，祈求国泰民安、政通人和，议会议事顺利。同时嘛，保庇所有议会甲议会员工出入平安、家庭美满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